即届互即个货车来弄事的员警苏玉芳，真少年，伊只24岁，去年10月警专拄啊毕业，就分发到基隆八堵的分驻所。2个月前，才来协助着当地里长，伫个寒冬当中送爱心的物资。所长早起是脑梗啊甜，强忍鼻痛，讲玉芳是上好斗阵、上认真的同仁。做警察无到5个月，就发生这款代志，真正是真遗憾。穿黑色的外套，家属真激动，哭出声。2个人揽做伙，靠边的人赶紧甲扶。基隆八堵的分驻所，昨暗10点外，一只货车弄入去派出所。24岁的员警苏玉芳是当场死亡。家属今仔日早起和警方做伙来到派出所勘验现场。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啊！他那个也是在值班台真的很认真的工作，只是他就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真的也很难过啊。相处都很融洽，而且也很认真学习。对于学长姐有时候他住我们分局2楼，有时候遇到一些案件需要下来帮忙，他都会主动下来，虽然是勤余时间，也都会很认真下来积极协助这样。讲到后甜，听得出来，连所长拢真唔甘一个少年员警就安尼无命。苏玉芳今年24岁，警专40期，去年10月才毕业。伊是住伫咧新北市，自愿来到基隆服务，只是想袂到，无到5个月时间就因公殉职。遮尔少年的囡仔，才为警专毕业，做5个月就拄到这款不幸，互家属是真歹接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